大家好啊！前幾天有個4A 揾我合作去睇獨立洋房，但當日我到咗屋苑之後，個4A 最後冇出現啦，被放飛機。既然都嚟到啦，就拍條片俾大家睇啦。所以今日介紹呢個屋苑津林。未介紹之前，我想先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洪水橋。洪水橋係元朗同天水圍嘅中間點，亦係大西北嘅一個重要區域。近年亦因為大規模嘅發展計劃而備受關注。洪水橋現在係以輕鐵同巴士為主，未來將興建洪水橋站作為屯馬線嘅伸延，大幅提升鐵路交通嘅便利性。香港政府重點推動嘅大型發展項目裏邊，將洪水橋打造成一個新興嘅區域經濟中心，同時可以提供約6萬個住宅單位，容納大約17.5萬人口。另外，政府決心將洪水橋規劃為區域經濟核心，吸引企業進駐，重點發展專業服務、物流、創新科技同零售業，預計創造約15萬個就業機會，更設立企業同科技園、商業核心區，吸引企業進駐。為咗配合洪水橋嘅發展，港鐵會興建洪水橋站，成為屯馬線嘅一部分，而且亦會擴建主要道路，加強同深圳前海、港深西部公路連接，促進大灣區融合。喺發展嘅同時，政府會保留部分嘅鄉村風貌，建設多個公園，綠化帶同單車徑，更促進發展環保運輸系統，好似自動行人道、電動車設施等。發展時間表會分階段進行，首期工程已經啟動，預計2023年逐步完成。而津林就係新世界發展位於洪水橋大型低密度住宅項目，項目入伙日期係由2012年開始。津林共有11座低密度住宅，仲有29間洋房，但係最注目嘅係佔地遼闊，展示出不可動搖嘅磅礴氣勢嗰29間獨立花園洋房。呢啲洋房係整個項目嘅黃金鑽石，代表咗極致嘅居住氣派同私隱。同分層唔同，每棟津林嘅洋房都擁有獨立嘅出入口同門牌號碼，營造一屋一世界嘅尊貴感。高牆圍欄同綠化植物巧妙咁樣將每棟洋房隔開，確保咗住戶嘅絕對私隱，外人無法輕易窺視內裏嘅乾坤。洋房設計通常採用現代簡約風格，配合高質量嘅外牆建材，線條利落大方，喺社區中顯得額外突出，遠遠望去就能識別到其不凡嘅地位。洋房共有4層，室內實用面積為2600至2900平方尺，提供無可比美嘅生活空間。地庫有2個車位，而洋房地下規劃為氣派嘅客廳、飯廳、廚房，並且連接最重要嘅私人花園。1樓以上係主人房同睡房層，以套房設計保障家庭成員嘅個人空間。頂層係寬敞嘅天台，可以自行打造空中花園、燒烤樂園同星空影院，享受無遮無擋嘅開揚景致。洋房生活嘅精髓係在於每一棟洋房附設私人嘅花園同天台，實現咗前有庭院、後有花園、頂有天台嘅夢想生活。住戶可以喺自己嘅花園裏邊舉辦私人聚會、孩子玩樂、種植花草，享受都市難得嘅綠意同天地。雖然每個業主嘅裝修風格各異，但以呢個級數嘅洋房，其裏邊嘅氣派通常體現喺超高樓底，營造出開揚唔壓迫嘅空間感，更能顯彰大宅嘅風範啊！寬敞嘅空間允許咗住戶進行個性化嘅改造，好似設有私人嘅健身房啦、家庭影院、圖書館，真正實現咗度身訂造嘅家。豪華嘅氣派獨立洋房係以尺度、材質、工藝、科技呢啲完美配合，
佢不僅係提供一個無與倫比嘅物理空間，更塑造咗一個至高無上嘅生活境界，一種具備王者嘅尊榮、藝術家嘅品味同隱士般嘅寧靜嘅終極棲居之所。君臨洋房不單只係一個房產，更係一個世代傳承嘅家族圖騰同夢想實現。